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在日本打工的何小妹。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，我给大家来一个日本的街头采访。街头采访啥呢？采访一下日本的女生为什么一年四季呢都穿超短裙？难道日本的女生她们不冷吗？一年四季呢都把大腿搁外面露着，究竟是何原因？敬请期待。こんなに薄着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か？寒くないの？なんで？暖かい？そんなぐらいの？もともと？スカートついてる。足大丈夫ですか？寒くないの？其实呢，为什么日本的女生呢，冬天呢也穿超短裙儿，一年四季呢都露个大腿搁外面呢？其实呢，也是与日本的文化有关。日本人认为呢，怕冷的小孩子呢是不强壮的，是弱不禁风的表现的。而且呢，在日本呢，日本的小孩子呢，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抗冻训练。我逛街的时候呢，经常看到一个父母抱着一个小孩呢，大冬天的不给他穿袜子。我看到那种景象，我看着就冷。而且在日本呢，有很多幼稚园，也就是幼儿园。他们的校规规定呢，不让小孩子穿长裤。在日本的日本人，他们出行大部分都靠地铁或者是电车啥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所受的寒冷呢，只是一小段时间。日本电车里面的保暖措施呢是非常完善的，这一点呢我是体验过的，确实很温暖。其实呢，在现在的日本呢，真正敢在大冬天的时候呢，穿着裙子啥的，差不多只有那些年轻的高中生了。日本女生这种习惯呢是长久以来的，所以呢，她们坚持自己的想法。我们很清楚，腿部呢是最重要的保暖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国内的小情侣呢，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好保暖。你们也不想年纪轻轻的腿就